一年容易又年尾，喺度祝咁多位 Martin Channel 嘅觀眾節日快樂。2025年對錶界別具意義，除咗係多個品牌嘅重要週年之外呢，亦都係同錶界好有淵源嘅花生漫畫迎嚟75週年嘅重要時刻。而喺今年完結之前啊，終於就買到呢隻令我一見鍾情嘅 Snoopy。唔係呢隻，係呢隻先啱。Timex 呢個牌子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過，絕對係我其中一個最中意嘅品牌，可以用親民嘅價錢玩到好多好正嘅設計，做工亦都完全對得住個價錢。而同樣係嚟自美國嘅品牌 Timex 同 Hamilton 一樣，都非常中意推出唔同嘅聯成款。除咗今日要介紹嘅 Snoopy 之外，最近亦都同超人電影合作推出呢隻非常有睇頭嘅限量版 Marlin。手錶嘅設計喺突出到主題嘅同時，整體配色同視覺效果都非常平衡。而錶面玻璃下面嘅橙色外圈，絕對係成個設計嘅精髓。我自己唔係呢個 IP 嘅 fans 都俾佢讀到。而講到同 Timex crossover 得最多嘅，就一定係花生漫畫。呢個 IP 對於各位錶迷絕對唔會陌生。但係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點解花生漫畫叫做花生漫畫呢？話說作者 Charles Schulz 喺1947年開始創作呢套漫畫嘅時候呢，其實係想叫佢做 Little Folks， 但當佢向出版社 UFS 投稿嘅時候，就因為個名同另一本漫畫嘅註冊商標太相似而被迫改名。出版社嘅製作經理就諗起當時好受歡迎嘅兒童節目 Howdy Doody， 節目入邊有個叫做 Peanut Gallery 嘅兒童觀眾席，而啲細路呢就係叫做 Peanuts。就係咁求其出版社就決定用 Peanuts 為呢套作品命名。不過其實 Mr. Schulz 根本就唔中意呢個夾硬塞俾佢嘅名，而呢件事亦一直令佢喺往後嘅日子耿耿於懷。每當有人問佢做咩工作，佢都會避開個漫畫個名唔提，淨係講我係畫 Snoopy 嗰套漫畫嘅，即係 Charlie Brown 同佢隻狗嗰套。雖然 Mr. Schulz 一直對 Peanuts 呢個名唔多滿意，但無可否認呢套圍繞住 Snoopy 同 Charlie Brown 嘅作品，一早已經成為史上最成功嘅漫畫之一。由1950年起，連載到2000年，作者離開大家，佢嘅影響力一直擴展到全球，最高峰時期喺75個國家，超過2600份報紙，以21種語言連載，讀者超過3.5億人。而喺啱啱嘅12月19號，Sony 就宣布以超過4億5千萬美金嘅價格收購 Peanuts 品牌嘅控股權，進一步將 Snoopy 同 Charlie Brown 推向國際市場。唔知嚟緊會唔會見到更多品牌推出 Snoopy 手錶呢？講返 Timex 同 Snoopy， 雖然以往已經出過好多錶款，但係今次應該係第一次出太空主題。而我手上嘅呢隻都係嚟自 Timex 嘅 Marlin 系列。先講下手錶嘅基本資料，錶徑34mm，加埋直身嘅錶耳，甩to甩就大概40mm， 厚度剛剛好10mm， 係一隻比例好適中，男女都啱戴嘅 size。另外值得講嘅係呢隻錶嘅錶殼其實係復刻翻一啲50-60年代正裝錶嘅殼型。加埋塊拱起嘅亞加力水晶膠面，的確非常有味道。機芯方面，呢隻其實係一隻手上鏈嘅錶，雖然 Timex 官方冇講，但我估應該都係用咗海鷗嘅 ST6 再拆咗個自動舵。雖然唔係啲咩高科技或者複雜嘅技術，但係將支秒針換咗個印上着住橙色太空衣 Snoopy 嘅秒盤，成件事好有玩味之餘，亦都係符合個主題。而唔係天馬行空，求其將個 idea 放落個 design 度。講到 Snoopy 元素喺手錶上移動，就冇得唔拍埋 Omega 隻 Snoopy 一齊講啦。我自己其實就比較中意 Timex 將呢個迷你嘅動畫放喺錶面度，每次睇時間見到 Snoopy 圍住 Charlie Brown 喺度轉，都會會心微笑。而 Omega 嘅設計思路就低調一啲，將個彩蛋放喺錶底，令隻錶可以適合更多衣着同埋佩戴嘅場合。唔知你哋又中意邊個呈現多啲呢？
除咗個搶晒 flow 嘅 Snoopy 秒盤之外，仔細啲睇，你會發現標盤兩側嘅星空 pattern 係延續到兩邊嘅標帶，令到中間嘅灰色太空站同 Charlie Brown 視覺效果更加突出。呢個設計同條特製標帶真係非常加分。翻去頭先提到嘅情緒價值，千幾蚊港紙可以買到個咁有諗法嘅設計。每次睇時間見到 Snoopy 喺個太空站旁邊飄下飄下，個人呢就會好自然咁放鬆落嚟。作為今年最後一隻買嘅錶，佢好似又提醒翻我玩錶嘅初心，其實就係追尋呢種最簡單、最純粹嘅快樂。而作為今年最後一條片，想喺度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，喺度預祝大家新年快樂、身體健康，2026年再見。